適能成績表正式上線啦！這份成績表記錄了全校同學的5項核心體適能資料，從 BMI、力量、爆發力、柔軟度至心肺耐力都有。擁有體適能好，不只是讓我們跑得快點、跳得遠，更能讓我們少生病及上課更專注，天天有活力。老師，我哋嘅成績同邊個比㗎？我們按男生、女生分開1到6年級分年級排名，完全符合大家的成長規律，公平又準確。從1年級到而家嘅 BMI 都可以睇到啊！呢條成長線真係太清楚啦。系統記錄了小1至小6完整成長軌跡，同學和家長隨時都能查，輕鬆追蹤身體發育變化。這份成績表不只是分數，更是成長指南。我們會根據每個人的測試結果，量身定製訓練計劃，讓弱項變強項，強項更優秀。